真啊，下晝好啊！我都啱起床，你知唔知而家幾點鐘啊？而家係下晝嘅3點鐘。咁起完床之後咧，我食咗幾片餅乾，然後跟住就整啖茶飲咯。咁今日咧就係週五咯。2025年嘅6月幾號啊？6月13號星期五咯。咁唔知道你幾時起床啊？你可能都係1點幾鐘起床啦。又幫你傾下偈啊！我覺得呢段時間我都係一個人喺度，係咪顯得好孤單啊？人生就係咁樣嘅人生，其實都覺得有時好寂寞。即係始終都係，雖然話我獨來獨往啫，有啲嘢，但係私底下咧，而係覺得係即係有一種即係內心啊，都係。比較有一種即係反正一句話啦，都會有孤獨感嘅。呢個孤獨感咧來源於咩咧？就係可能缺一份愛啩。我哋每個人都係有時都好想話愛人哋或者被愛咯。其實都係咁樣。呢樣嘢咧就有啲嘢唔係話你想去搵啲朋友啊去傾偈啊就可以排解到呢種孤獨嘅。咁所以就算我話咁打個電話俾朋友啊，出去飲下酒啊，或者去揸部車去下佢嗰度啊，咁樣坐下，即係唔係唔好，但係我都唔係話好想，即係覺得咧就係始終都係換湯唔換藥咯，即係你就咁樣所以始終都係覺得有種寂寞感，都係好似缺少一個即係能夠一個異性咯，即係我係男人啊嘛，咁男人咧都係會心底下咧邊個唔想話身邊有一個女人啦，特別就算係瞓覺啊，都有個伴啊嘛，可以互相取暖啊，可以傾下偈啊，即係呢啲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實實在在嘅問題啊！即係邊個男人唔中意女人啊？係嘛？咁女人或者可能唔需要啩，或者可能有女人嘅想法咯。即係呢一樣嘢咧，我本身我唔係女人，所以好多時候我又唔清楚。咁男人嚟講咧，就係喺呢方面咧，就係比較強烈啲咯。即係始終一個男人，好似一個男人都係比較感覺到比女人可能覺得更容易感覺到孤獨咯。所以冇辦法啊！畢竟係男女有別啊嘛，咁所以亦好難講。即係我站喺男性嘅角色嚟講咧，就係都會每一日，就算係夜深人靜嘅時候，或者點樣咧，我都會想到女人嘅，即係都係咁。就算而家好似而家我一個人喺度坐，呢度又冇咩話，又唔想出去咁上下，咁都係想話，都有個異性嘅比較親近啲，可以陪伴住自己，又可以講得上話嘅人咯，即係講得上兩句嘅人咯，係嘛？即係最後能夠產生一種愛情嘅火花咯，咁樣。當然有啲人話男人咧都係下半身嘅動物，都係為咗發泄。咁呢度係
咗一半咯。咁但係始終都係有啲人需要嘅，都係需要。所以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咯。所以男女有別咯。咁我隨時都可以過你嗰邊，隨時。咁今日星期五，我睇呢2日啦。即係反正即係其實係好方便。有時我想晚上啦，甚至想像中咧就係，我晚上8點零鐘一開車開去崔氏，中途咧我就搵個地方瞓覺，第二日早上再開車去到你嗰邊啊，大概係3點啊咁樣，即係上晝啊、中午啊咁樣，俾個驚喜你咯咁樣嚇，都係有時自己會自己作呢個一個想像，反正呢就係我隨時都可以過去嘅，所以咧就係即係只要你隨時部車喺度嘅咁樣，揸車都容易去咁樣。所以諗住今日或者聽日，咁反正咧我過去咧都唔會話時間唔會話推遲得好耐嘅，或者下個星期也可以，因為今個月到我推垃圾桶，即係呢度住住3戶人家啊嘛，咁每人咧負責1個月啊嘛，今個月咧就係輪到我哋，但係呢樣嘢都冇咩問題，就係只要我哋叫隔離屋嘅一個人幫下手啊，夜晚幫我推出去，嘢得嘅，即係都唔得，咁最多我下個月我又幫翻佢一次嘅啫，因為我有啲事要做，即係事要出遠門啊嘛，咁所以未去之前咧，我亦係可以即係其實都用呢種方式幫你傾偈嘅，咁因為我哋都有咁多年冇見，咁你話今年嘅1月份嘅時候，你曾經俾個微信訊息我話3月份翻去廣州咁樣，我都知道你翻過去噶啦，我知道你翻不住仔啊，但係你翻去肯定就好忙啊，就係又要即係處理你自己嘅事情啊，咁我亦係好忙啦，啱好我媽咪咧嗰時候住院咯，我亦每日要陪伴佢，心情亦好壓抑，咁都唔係見面嘅時間，因為你有你嘅事情，我有我嘅事情，所以我就冇俾信息你咯。如果唔係話有咩事情，咁我都會俾個信息你，即係起碼試探下啦，問下你啦，喺邊度啦咁樣，或者我直接過去啦，咁喺廣州非常之方便嘅。咁正好大家都有事情咯，所以喺廣州見唔到啫。咁其實翻到呢邊更方便，呢邊更多時間。一翻去都係帶有任務式嘅，我知道你都係翻去都有任務式，帶下豬仔出去翻去睇下廣州啊咁樣，睇下嗰個金沙洲啊咁樣，咁我有任務。咁翻嚟到咧，而家咧變咗就係按部就班咯，大把時間咯。咁你嗰度隨時，而家你嗰啲作息時間規律都係差唔多噶啦。你都係1點零鐘，你都係1點鐘醒嘅，2點鐘醒嘅，即係不過我都係一樣。我係呢3晚咧，我就係夜瞓咗3晚。本來以前冇咁夜瞓，就唔知點解可以日頭瞓得多咗，都唔係，關鍵瞓唔着，都係有少少原因嘅，反正。
又講唔出係咩原因咯。但係琴晚夜晚咧，嗰時候大概凌晨嘅3點零鐘啦，咁我瞓唔到覺咧，我又喺度胡思亂想啦，咁即係又諗起阿妹嚟啦，咁咗哪啦，然後跟住我話既然係瞓唔到覺啦，咁想像幫阿妹啊，咁始終都要有時生理上啊、心理上啊，都係要發泄一下噶嘛。特別我仲係單身添，好耐。我離咗婚咧係2021年離婚，好似2022年離婚啊，即係咩咯？咁離咗婚之後，咁就一直都即係我幫阿小楊啊，即係我前妻啊，都一直都係冇同床噶啦，即係冇咩同床。但係有時會住埋一齊，咁佢有個仔喺度啦，所以好多嘢成咗即係朋友咯咁樣。即係我幫阿小楊咧，而係結婚咗有睇先2016年嘅7月份登記啊嘛。咁嗰一年係從2016年結婚到2021年離婚，咁樣都係睇先7、8、9、10、5年啦，即係幫阿小，即係我前妻結婚咗5年啦。咁喺結婚頭2年咧，即係我哋都係個感情基礎都比較牢固嘅，大家叫做乾柴烈火啦嚇。咁我阿小楊啊，我講阿小楊啦，即係我前妻啦。咁佢當時佢嫁俾個鬼佬啊嘛，咁嫁俾鬼佬又係離婚，離咗有5、6年啦。咁所以5、6年之中咧，佢亦係未揾到一個合適嘅男人咯。咁所以我頭2年嚟講咧，都係乾柴烈火啊，咁樣離婚之後咧，既然係咁樣咧，即係佢搬翻嚟幫佢個仔住啊。以前我就住喺對面嗰度，即係自己整咗個房啊，即係自己喺對面整咗個房就係咁。佢有時晚上會過嚟瞓覺嘅。咁離咗婚之後咧，咁就我後嚟翻去國內啦。咁我就將嗰間屋就退咗咯。咁退咗之後咧，我諗住長期都會翻去國內嘅，所以我每次翻出嚟廣州，或翻出嚟洛杉磯呢邊咧，我都好少即係我又唔再租房住咯。咁啊 A 仔啊咁啊係，即係喺呢個房度 A 仔。咁佢有個仔，佢2個，幫埋我。咁呢間屋咧就600幾蚊啦，650蚊啦。咁我出200咯。咁啊全部都 A 仔咯，即係買餸啊、房租啊啲嘢，大家都係 AA 嘅咁樣。咁因為我嗰2年我翻國內比較長時間，所以翻嚟洛杉磯，我咧就喺呢度住咯，即係我瞓呢度嗰啲梳化嘅，可以呢張梳化可以攤開嚟噶嘛，咁可以瞓。咁就變咗又係咁。但係
所以從離咗婚之後，我呢一直都冇再幫女人有個身體上嘅接觸啦。係啊，咁樣都係人就比較寂寞。不過好多時候咧，我就排解自己咯，即係思想啊，喺諗其他方面咯。比如我翻國內啊，廣州咁樣，或者幫父母飲下茶啊，或者晚上啊咁，即係咁。但係一直都係呢2年都係獨守空房啦，都係一個喺張床度瞓。咁真係，我覺得人嘅青春咧真係好寶貴啦。但係有時有啲嘢有咩辦法？有時就係所以一會諗起嚟咁樣真係係咁噶啦。人都係其實都係要好多時候要面對，好多時候要面對嗰種寂寞噶啦。咁你咧Joanna咧，你係我靈魂伴侶咧，我係把你當成係自己心上人啦，咁樣，所以往往好多時候，如果我身體心理需要我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個腦海中咧都會想得個女人咯。咁呢樣嘢可能你都清楚啦。以前我開貨櫃車嘅時候咧，我都曾經講過啦，即係幻想明星啊，即係你當人都有身體嘅需求，我係男人，更加咧呢方面生理上都係比較強烈，仲未退化到就係無欲無求咯。即係你性欲退化到一啲都冇欲望嘅嗰個程度，又未到咯。實在係欲望燃燒啦。想搵個人，但係人海茫茫談何容易啊！我又唔鍾意去叫雞嘅。尤其話男人好多時候悶起嚟，唔好去叫雞。即係我從來唔去，就算返到國內都好，我都冇呢啲咁嘅想法，因為太唔乾淨啦。起碼對自己負責啦，係嘛？所以話有時戴個套啫，未必係一個安全。所以我試過返過廣州咧，就喺我樓下嗰度有間按摩店，咁去嗰度按摩下咯。咁樣佢就俾啲錢佢咯，大概係俾多100蚊佢。本身按摩就係個身體咧就係100幾蚊咯，咁另外俾多100蚊佢咯，就係等佢即係幫我用手解決下我個性問題咯，即係我個身體嘅需要咯，即係當然係冇情感需要咁，所以係咁樣。即係所以嗰時喺嗰段時間翻去廣州嗰段時間咧，我每個禮拜大概1次到2次都係去嗰個按摩店嗰度，咁樣就係即係用呢種方式咧去解決個生理上，最緊要生理上咧，即係
身體上嘅慾望啫，談唔上話嗰種感情基礎啊，純粹係一種生理上嘅需要發泄，所以咁樣咁，所以咁我係上月翻嚟啦，咁平時我哋三埋喺呢度住嘅時候咧，咁我有需要嘅時候，咁我都係自己去沖涼嘅時候啊，去沖涼啊，咁呢個沖涼房就喺出邊嗰度咁啦，喺沖涼房嗰度咧，咁自己邊沖涼啊，咁去自己用手去解決呢個身體上嘅嗰種需要。其實呢啲係人都係咁噶，即係人都係咁，即係男人女人嗬。咁我唔知道女人係點樣啊，但係反正我係男人，咁都係用呢種方式。咁反正就係咁，即係覺得，但係每次發泄完啊，即係自己啊，都嗰種一種空虛感，即係一種空虛感。咁即係覺得咁嘅生活，即係咁自己去解決，真係好無奈嘅事情，係逼不得已，唔係自己真係想係用呢種方法解決呢種生理。所以話我哋係過來人，即係我幫你係過來人咯，都有唔係話處男處女，我哋都係其實男女之間嗰啲事情啊，做愛啊嗰啲，都係我哋都知道係嗰回事，亦係非常之快樂嘅事情，亦係非常之刺激嘅。咁諗到而家。咁多年，而家呢兩年幾，即係用呢種方法，呢種最原始嘅方法去解決自己生理上嘅嗰種需求，即係覺得，即係自己都覺得好，即係當你解決咗呢樣嘢嘅時候，你自己覺得好空虛咯，因為你嘅精神得唔到，即係你淨係一個肉體上。你淨係一個肉體上嘅嗰種滿足啫嘛，但係肉體上嘅嘢係好快消失嘅嘛，最終咧都仲係喺精神方面有個寄託啊，精神上。但我每次咧就係自己一個人嘅個身體嘅慾望嘅時候咧，我又會即係我又會即係我假想自己嘅女人啦，咁好多時候咧，即係我都會攞掌拿，即係你嘅即係女性嘅嗰種性嘅嗰個性對象啊。所以以前我亦曾經我哋講過啦，即係每當自己解決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係以你嗰個，所以喺我個人嚟講，喺我個個人嚟講，即係Joanna咧，其實咧就係我嘅靈魂伴侶，仲有我嘅性嘅一個想像對象咯，咁樣，所以我先講咗咁多嘢，咁我琴晚3點零鐘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嗰時候仲未瞓到覺啊。咁我就上嚟飲杯咯，咁反正咧咁瞓唔到覺啦，身體上有需要啦，有啲即係男有啲嗰邊有啲嘢，咁摸兩摸下邊，佢硬咗，咁我就順勢加咗個諗起阿Joanna你啦，咁即係因為你係我性對象嘅嗰個想像，我一向都係咁噶啦，好多年啦，我一直都係我個腦袋嗰邊都係諗住你嘅，咁就後嚟琴晚就係咁樣解
解決咗啦咁樣。咁呢個雖然話用呢種方法，雖然話亦係讓我達到咗一種滿足，但係正如所講嘅，都係一種好空嘅，即係一種好空嘅，即係好虛好虛啊！即係就做完咗之後，你都覺得唔得盡興，即係始終都係想，因為人個腦袋喺度想啲嘢出嚟啫，係想，並唔可以真正現實中係真正。所以莊拿呢就等於係我性嘅嗰個對象，但係現實中我哋亦係靈魂伴侶啦。所以有時就係咁嘅人係咪即係好複雜嘅嘢咯？所以呢段時間我都好時候我會問個 AI 嘅，問 AI 咁樣，我都話嗰日我都幫嗰個 AI 講啦，我將自己內心底嘅説話問佢啊嘛，我話當我鍾意，其實我有時我會問 AI 咯，我問佢點解話我每一次手淫嘅時候，我自己個人想點解總係要腦袋中要揾一個我熟悉嘅，但係又得唔到嘅人嚟去做呢個性嘅一個對象咧咁樣。咁啊 AI 你就幫我講話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你得唔到，話你越得唔到，你就越係用呢種方式，即係你潛意識嚟講咧，其實咧你就係好掛住呢個人，但係呢樣嘢咧只係投影喺你內心嘅嘢。咁我跟住我問佢，哇好多年啦，人哋都已經係20幾年啦，即係我哋一直都係，即係我問 AI 啦，我幫佢一直都係冇真正接觸好耐咯，只係我哋有時會去見下面啦，或者我曾經我對佢有一種非分之想啊咁樣，即係我一切都幫 AI 講，AI 啊幫我講啊，咁呢樣嘢咧，佢話哎呀，既然都冇可能啦，咁你咪去通過其他嘅方面啊，佢講話去分下心咯，即係你雖然有莊拿嚟講啊，機器係機器，即係機器上呢個人佢雖然話佢回答你嘅問題，其實佢回答個問題咧，其實真係佢係冇嗰個感情嘅，佢只係話呢種嘢係唔好，你將佢分得神嘅將佢分，或者你將你即係盡量慢慢在你私密嘅嗰種手淫又好咩好，你將佢喺個腦海中即係慢慢咁移除咗佢，或者可能你自己換一個人去做想像。咁佢雖然話 AI 講得有道理嘅，但係佢始終正如你所講嘅，嗰啲都係機器人啊，其實咁容易嘅咩？所以係咁，反正咁多年啦，我哋一直都係
都係會想，都係想，特別係我生理上嘅衝動嘅時候，最容易就係想像有妹嚟咯。即係你想象中其實係一個，即係你阿妹喺我面前，即係想象阿妹喺我面前，係對我百依百順嘅，係對我係乜嘢？我又諗到阿寶妹入面走啊，跟住又點咁，都會咁。好啦，又傾到咁多先啦。反正呢樣嘢就係，即係啲係我自己心底嘅説話咯。即係用呢種方式冇咩所謂都，即係我自己內心想啲乜嘢嘢咧，我咪幫你講啦，就係咁咯。其實就係咁。反正期待快見面啦。你可以今下晝咁樣一個人咁樣喺度，你諗下都仲係幫阿妹傾下偈咯。你呢個時間可能要去檔口噶啦。我哋先頭講咁多嘢，都係我個人嘅嘢咯，咁樣嚇。反正咧就係阿妹有啲咩嘢該，即係到時都可以講啊嘛。到呢個時候係嘛？人係咁啊，最緊要係交心啊，係嘛？即係嗰啲嘢咁。既然自己真實想講嘅嘢咪喺內心度咪講出嚟咯。呢樣嘢係嘛？費事谷喺度咯。人生就係一場夢一樣嘅啫嘛。所以講出嚟係嘛？應該好舒服啊。